传有言交进殿，传有言交进殿，传有言交进殿。最新有言交可给5万岁，万岁！皇上，请将有言交处死。皇上，尤家将当年为了金沙滩救驾，白囝9人，只剩伊燕鸟一个。求皇上念在尤家将救驾有功，将钦发落。皇上，杨家将就是当年救驾，功高盖世，才会目无王法，抬死着朝廷的命官，应该将他斩首。若无这样，王法必然当然无存了。杨庆，第一项忠义职守，为什么乃会xử理三官犯地，又搁带部属花镜杀死谢金娥？这可知该当何罪吗？皇上，微臣注定。交战人现在何处？便是已经将交战亲书北上金殿，现在5条门外候旨定住。皇上，杨元昭既然在当殿久久来承认这个罪过，由此可见，所做的代志全部事实，请皇上立即下旨，将杨元昭处死，以正国法啊！巧，皇上是留下情禀奏，曹营有为说如何？伊是老太君。强勇国术，打死妖神下金娥如何解说？交战落梦。
完全不知情啊！王爷果然替杨元昭将罪过提得一干二净，莫怪恁是亲戚。皇上，请立刻下旨，将杨元昭以交战处死，若无8000岁上天。皇上，八皇帝，定数理715放入宫见驾。你今仔日为什么？今仔日神帝是为保杨元昭而来，方才是相公要将杨群马斩首。皇上，交战杀人，杨六帅果然是有罪，但也该当念当年杨家将救驾有功，将款发落。以表皇上对功臣的厚爱，使我天下黎民有所仰望。也阁有，天宝府乃是太祖遗赐予杨家将的府邸，若是将伊拆除者，小心落一个顿典忘祖的罪名。皇上，什么人若是不服？就出来甲国王当面理论，金眼之下分别中间。好，好。既然到两位皇帝保障，定就派杨元昭发配李州充军3年，交战发配定州，受10年公冶之苦。3日后起驾。下皇上，下主杨元昭甲交战，明仔载就得要起解。我好不容易将真正4个改车给调下来，换恁4个来压解。不过交战无必要等到定州，在3车口就该解决。也若杨元昭咧，在乌松林结果伊会死啊！王大人，杨元昭身手不凡，万一中小人若是有失手，放心，顺做讲杨元昭在乌松林会当互伊渡过这条活命，到甲李州，李州的太守张飞，是我王钦一手提拔起来的，我已经派人写一张飞去互伊。杨元昭甲李州难逃活命啊！不过，恁4个人代志若成功，任务就算完成，唔免倒转来惊啥，直接回大辽国，向伊萧太后来禀告。是。老公，是娇丽，娇丽，母亲，娇丽，中国，娇丽。
3年离别，才嘛用啊你，幸福挽回到这流情，这流情你多多保重。相信，求的你会照顾着你的老孙，奉台母亲，照顾你就总保。好了，哎，有公嘛，上路，行。爹爹，我帮你走了，我帮你走了。总保。爹爹，关上。搞咧做，竟然将这两个差官杀死！因唔是差官，你是官僚所派来干事。啊！小弟在芭蕉山听讲大哥你出人好，昨暝我本来想要劫夺，将你解救出来，伊中听到王钦因一般人所讲的话，才知影因拢是干事。原来我大哥呢？你是讲杨元昭？是啊。啊，系啊！王钦吩咐迄两个差官，打算在乌心那将伊害死。嘿！
就是你这莽夫，结果将这两个车官给吹死啊！哈！大哥啊，你先莫生气啦，这一切拢是王钦的圈套，性命车啊，拢总是廖帮派来干涉落去改办的呢。好佳在我的拜地，林东伟来救我，伊才咧甲我讲王钦要受李州太守张贼，要将你害死。大哥啊，我想吼，咱若是全咧赶转来去三关，发兵回京，掠这个王钦来活台。对，无端发兵，你是要做我啥？那呢？无你要拍算安怎？哼，李州太守张贼，虽然受得就伊王金的买收，我要亲出来去抄一个王金伊这个干涉的证据。好，那呢？我跟你斗阵来去李州。袂用的，你即刻爱甲我倒转去三关，去帮助就伊甲现地，若无咧，小太有真紧就发兵攻打三关。